咱即摆已经是咱老师的时间了。今仔日咱老师吼，伊是死土的哦。我知影恁可能逐个拢足精的啦，但是我都连懵了，还阁懵袂着咧吼。所以即摆咱从今仔日的课程是台语的教学甲资源的分享，咱就将时间交互咱的刘导，毋是刘老师吼，是刘培基，对无？好，时间交互你。感谢馆长。你好。大家好。请问有看到我画面啊？吼。有。好，感谢。馆长小休困者。我无休困啊，我咧上课，咧听老师的课。好，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今仔日的主题是台语教学经验甲资源分享。头拄馆长讲用一世啦，其实我学台语其实短3天，3档。即马用我知影的物件甲大家分享一下。吼，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的名叫做刘培启。还未学台语之前，我毋知我的名要安怎念，所以我是3档前加入安珠老师的认证社群。一路安尼，各位有冇看到啦？吼，我半冬去考即个教育部的认证。为什么一到即个会所才想要学台语？因为进前是拢上国小、国中的安亲班，还是补习班。因为家中有一寡人生的拄断，所以爱换一个无共的头路。所以我想讲，学台语这是我家己的母语啊。我要去学的时阵，阮大官讲，你都要讲台语，哪会晓学？学无喏。即摆头洗落，真正才知影讲台语真正是万地清气。所以安珠老师讲我认真是真正介认真啦。迄当阵是你也读，没也读。吼，毋是我想，我搁倒位无读好，所以安尼一路拼过来。差不多3档啦，2档啦，2档就会摕到专业级。先小解一下，迄当阵拄摕到了，我就去国小做教职人员。续落来，我2023年9月去参加即个明道中学的监考教师，迄当初监考尔，兼8节课。续来就是哪读册。哪教册，无说哩，搁考着，快伫都半当安尼考过来。所以到当2024年考调本土语言的代理教师，到当拄好3档，所以日子算真紧。抑毋过即3档我真正是学足侪物件，所以今仔日要甲大家来分享。因为我的名真特别，所以伫办公室内底，甚至伫学校，只要是我教过学生，我拢会互伊一个印象，我的名叫做培启，安那培就是你若买股票，就是会顶培起，所以因就听了足欢喜。这叫做培起哦。好，所以就是安尼，互人印象真深吼。甚至伫校园内底，若咧行路，学生就讲培起老师，若是隔壁办公室的，比如公民科还是国文科老师嘛，是知我的名，所以我感觉。咱一个名，互人记牢足重要。好，所以今仔日我就是要互大家讲，我是培启，我是教伫明道中学服务的老师吼。请问吼，进前今仔日会甲大家做一个互动，请问进前你捌听过我演讲的野手一个？无人吼，对无毋对，因为今仔日。是我头一摆演讲的场，所以我真正是菜鸟啊！所以等下若讲无顶答，讲较顶答，恁才甲我指教一下吼。算来咱讲正题啊吼。因为安珠老师甲我讲要开即个课的时阵，我迄当阵伊就突然讲叫我排时间，我想讲哈。叫我排时间，我迄当仔三无头长呢。毋过伊就甲我一个方向讲，你会使讲你教学经验啊。好，我就来试看觅，我就甲我进前
收集的作业，啊个我有留来资料，甲大家分享我即2-3档伫第一线，我是第一线教学的经验。迄当阵国小伫林美国小差不多嘛是减课8节课，所以国小教资我嘛有。说来就是国中甲即个高中的经验，甲大家分享一下。啊，其实我敢讲用心甲认真是我的底气，所以我感觉学生互我的回馈我期尾一定会要求学生做一个回馈。老师若教得无好，做你批评。老师若教得好，你就互我鼓励，因为我感觉这是一种互动，会当互我了解讲我要安怎，知影我家己爱修正，因为像学生来讲，老师你讲话收紧啦，你讲较慢的好无？我就知啊，原来我讲话是因为我个性较急性，所以因互我回馈，知影讲我即马做游戏，即个方向是对的。等下咱线顶嘛做伙互动我做即个游戏即个方向是对的，而且运用分组的方式，即个团队合作。我互因的作业嘛就有挑战，所以我感觉这是我真正爱继续去拍拼的所在。那佫有囡仔讲老师你后学期敢会使佫加阮？我讲爱再看教务处的安排好，过来，所以来，咱来看等下我爱拜托各位，恁爱徛算讲恁是一个人就是一组，所以我会要求我学生一定爱做笔记，做笔记，你才会当甲我继续落尾的活动即个教案呢，伊是一个国中的教案，伊是配合即个金平第5课，洗菜市的洗市啊，洗菜市，迄个课本的内容，因为阮感觉这是阮詹宗龙老师伊设计游戏真适合学生来记游戏这是华语咱等下看到台语这是阮明道中学宗龙老师设计的课程因为阮3个备课老师拢会伫办公室，若有闲，阮3个就做伙备课。那请各位恁就爱目睭闭好紧，耳孔也互来笔记爱做好，那咱来看，我通常会提供安尼画面顺线解说。比如讲，咱即个图，各位正手边即个黑色的字拢是华语，所以我袂替学生念，因家己爱看。我会先说明哪个，伊是体型上大，即个实就是咱台语即面顶即个实即个所在饲，咱若是讲这软体动物，咱这就是饲咱台语是讲实，我就伫乌帮。哪讲哪话即个是足大的事伊是体型上大，你爱记咯。说来，因共组的人就爱开始讨论我就教因台语好来，我甲你讲，伊是体型上大，是3角形。来，恁会使回答 ABCDEF， 知影的人先拍字袂要紧，看是 ABCDEF 倒一个答案。因就共组的人就开始讨论好，有人讲是 D。因为我的题目是游戏还佫有其他答案无？好，素贞老师小雅老师头一个。好，时间到。来，那答案是 D， 还是 B？ 大年老师是 B， 会馆老师是 D。好，咱来看卖。咱一定爱济数人尊重少数人，所以通常我嘛是会为上少的人先开始。好，咱来看慧玲老师 B 好，咱来看软时歹势呢。安尼咱来看小春宝老师 C 咱来看小根好，安尼咱用上大的数字就是咱来试看卖，敢是游戏来。这是叫做游戏我就带全班念因就开始做笔记我相信你即马应该嘛记会牢，这叫做游戏我就请全班对念。说落来同款即个图毋免着急，你来先听我解说。学生就是安尼，因就开始做笔记开始画迄个图轨迹卡
哦。啊，我会甲讲，即个身躯圆圆有纹路，我嘛画伫乌帮，共款画。啊，伊的实吼，就是即边的实有波浪形，就是敢若花妈。你敢有看过我们这一家的花妈卡通人物吼？我著画花妈。哦，啊，伊身躯内底有一个电壳哦，我讲电壳就是敢若塑胶讲迄种其实的骨骼啦吼。好来，共款因我解说了，共款哦，各位乌色所在你若家己记，啊，毋过台语你嘛要做伙记。看是 A 目蚱仔、B 软丝仔、C 小卷仔、D 鱿鱼、E 透抽、F 石鸡。来，请作答。哦，会馆老师头名哦 ，B A。好来，时间到。歹势，是收紧。好，咱来看，因为上紧的是会馆老师哦，咱直接起答。报毋对，即个是目蚱仔，吼，目蚱仔咱嘛咱的俗称是花枝啦，吼，所以即只是目蚱仔，学生就紧画起来，紧做笔记。好，来下一条哦，来共款毋免着急，先听我讲煞。哦，伊的体型比目蚱仔较细只，啊，生做长高圆，哦，这个所在我会特别讲，因为长高圆这是叫做椭圆形，吼，长高圆这个所在，因就开始画啊，画几支骹啦，啊，伊内底有电壳无电，这是无电壳，哦，所以学生就差不多有概念啊。好，开始作答。目蚱仔、软丝仔、小卷仔、鱿鱼、透抽、石鸡，哇！这答案足紧的，这个较紧吼，这软丝仔好，类似安尼，共款咯。咱题目走足紧的，好，学生就开始做笔记。来，所来这个先莫着急，莫讲。伊体型较瘦抽哦，较瘦长，啊，伊的实是满胖串，哦，我会讲三遍，满胖串就是大菱形，伊就开始做笔记啊。哦，这拢写起来，应该会分工，知影啥物人要分配啥物，吼。好，共款咯，花枝，吼，目蚱仔，因为目蚱仔才是正式的名吼，花枝是俗念，软丝仔、小卷仔、鱿鱼、透抽，有人 C 有人 E 呢。我有甲你讲，伊瘦抽哦，这是重点哦，伊较抽长。好，我看足侪人选 C 的，毛 E 透抽 IME， 我有看到 IME，Angela Lin。好，来，啊嘛有小卷仔，上紧啊小卷仔较侪吼。好，咱先来看小卷仔。歹势，这应该是较长高的型吼。来，这是透抽。好，共款哦。你咱拿做笔记啊吼。来，这只，莫讲，莫猜讲，免记，也袂大只的透抽，通常也袂满15公分，也袂大只，就是还没吼。我上课是因为台语伫课堂吼，学生无法度完全接受，所以我一半华语，一半台语。啊，毋过因为咱是台语人，所以我一定会讲台语较侪吼。来。目蚱仔、软丝仔、小卷仔，哇！直接就答案吼。其实小卷仔到抽真正会差不多，只是伊也袂大只。等伊大只超过15公分，咱的虚名就是讲这是透抽。若这也袂15公分，就是小卷仔。好，真够。安尼咱4条对无？5条，来第6条。安尼你也家己算伊几支骹哦，这我袂讲吼。头大粒有8支骹，吼。共款哦，来，敢若安尼尔，所以恁来互我答嘛。好，这真简单，多谢大家。这就是石鸡啊，因绝对毋捌听过这个词，因的生活经验就是读课，吼，我甲讲读课。好，以上，我这是甲恁讲，我上课好像所以速度较紧，毋过是事实上伫课堂上。我会安尼，哪讲哪话，而且我阁会答问题。你有看到这正字符号，就是倒一组，我会答问题。所以课堂当中7节全部爱
若讲到遮上无爱20分钟，因为咱这是甲因的生活经验有关系。这因学转去了后，大家拢讲老师，我都分得清楚，我妈分不清楚诶，因为伊毋捌上过外课。好，咱个我会搁翻头搁甲提示一下哦。吼，我讲哦，目前啊、软丝啊、小羹啊、鱿鱼、透抽就去，我会搁提示者，因为因我拢毋知我后一步要做啥。咱头拄仔有拜托各位做笔记吼，这最重要的哦。来，所以我会讲，我是幼稚园程度、幼儿园程度，甲大汉即摆拢无进步，所以大概就是会安尼。也毋过，恁长期爱画比我较水，所以我是有上课，我长期嘛有互伊作业无。好，咱等下再看作业。好，那这叫做图像记忆法，就是哪看哪记，每一项拢有即个伊的工课。好，来。即马重点来啊！我头拄有甲各位报告，我要需要甲你做互动。头拄仔咱的目蚱啊、小羹啊、透抽、鱿鱼、石鸡哦、软丝啊，恁拢有记哦。即马要互恁真正叫做结拍卡脑力激荡。我上课就是安尼，我随时答问题。来，各位老师，请你用1、2、3、4、5、6安尼的顺序写出正确的答案。汉字就会使，毋免带落。好，来，请开始，咱看倒一老师上紧，还佫正确哦。来，是1、2、3、4、5、6，答案爱装着。这个时间就是老师会使小休喘，学生因头拄仔就家己的作业，伊家己的笔记开始做答案。所以1、2、3、4、5、6爱做伙排出来，我会互因写伫因课本后壁黑板白板因的白板。咱来看倒一个优质会当上紧。头拄仔咱有图像的记忆，佫有做笔记。好，佫有各位2分钟哦。春波老师，佫小想一下。福林老师，你要写台语哦，要写台语。慧君老师，你改字就好啊。香英老师，第4项，第4项毋是安尼哦。
搁想一下，加油加油，搁1分钟。好，时间到，来，正确的答案我已经找到啊，吼，来，这个，伊走起来，来，这叫做温如过，温如过老师，请你开麦。我桂婉如，嘿。哦，桂老师，请问咱伫倒服务？我伫嘉义的德gia高中。哦，好，嘉义的德gia高中吼，好。歹势，我已经上正确的答案吼，德gia高中。德gia，德gia嘿，德gia，山字边嘛。对。对吼，桂婉如，搭一个婉。边仔是婉转的婉。好，婉转的婉。嘿，有一个女字旁。好，桂婉如老师，恭喜你，你是速度上美，啊个答案上正确的，吼，而且无错字的。我有人甲我斗3工。对，这就是斗3工的好处。来，恭喜你，我有传一个小礼物，等我一下哦。你敢捌看过这套台南台语文化百合会黄良成校长今年5月上新出版的一套册？吼啊！来，这是我的设计方式。当然啦，伫课堂上我无可能用这个遮尔大的奖品，我可能口头鼓励，因为你若摕糖仔，若摕饼吼，因会一直甲你，老师我要，我拢无咧，我就是共做，我就加分吼。等下来讲加分的制度。来，我要感谢这个周淑忠老师哦，伊提供的奖品吼啊，伊面册是周新汉，你若有闲会使去看吼。我顺续甲小解者，伊是咱第8届即个编课语文学奖现代诗的第1名吼。啊，伊推荐咱台语嘛，就有心的，而且你会使去面册看，其实会当学到足侪台语诗的写法。好，你等我一个哦。来，我来分享一下。好，咱搁倒来咱画面吼啊，因为我会小解伊的原因是因为咱是学台语的人，所以咱伫平常时啊，毋是干那工课尔，其实生活当中需要用到台语啊。若是讲有想要去继续往台语文这方面，尤其是咱若伫学校咧教册啊，啥物袂当无
进步，所以我会伫面册甲遮个台语的优质作为学习，因为我感觉面册是增加台语文上好的工具所以我嘛会想着讲，其实兴趣甲创作拢是上好的老师。好，咱讲到遮所以恭喜你，咱第一关已经过啊。安尼到遮应该无问题这是我上课的方式我要即摆甲各位小解讲老师你设计这个怎啊？我头有讲我有上课，我上课一节课是50分钟啦。头拄遐物件我会使一节课讲完所展现的成果像安尼，这是学生的作业，规组的作业。你看因是分组讨论因的成员的名拢写起哩，而且咱头拄咱第一关你是互各位写英语字嘛有6条，所以就是落尾恁回答的问题第一项是透抽第二项软丝第三项鱿鱼，第四项石鸡，第5项目蚱仔，第6项小羹这种字拢袂使写因为这是我上课的第一是听讲可能爱因发表才讲读就是因爱读会着写就是爱写着所以我上课爱叫因要求因做笔记的原因伫遮这是我即摆用共一班的创作共一班的这是第2组，我感觉学生的我会互因转去写这个作业我感觉学生伊的创作力足悬的我上课上啥用法度吸收做笔记，而且伊是共一组要摕一个好分数，靠因家己过来我互恁看第3个这都是学生只要伊上课有听有认真有做笔记，绝对有得到安尼的效果。好，来，我要甲各位请教一个这是我上课这个画图的海里亚图等下小解。你家己敢有介意安尼课程？像我家己咧教，我感觉我真满意学生互我的成果，所以我要问各位，假使你是国中生，你是国中生，安尼团队合作、游戏互动、生活化，还有我有看学科生物科，你有介意安尼课程的？有啥物人要甲我分享一下无？请你开麦直接分享。来，啥物人？好来，Julia Lee， 好，老师请讲。Julie 老师，你敢有开麦？无听到你的声呢。Julie 老师无听到，咱下一个，伊小伟老师伊老师请讲。我想讲，可能无大家拢歹势讲啦我讲者，因为像安尼方式会当互本地袂晓讲台语的囡仔伊会当透过老师的引带会当认捌遮个物件然后分组的部分，因为囡仔有会晓袂带袂晓的，安尼因会当共同来学习这个课程会当讨论我感觉这个成果出来是一个大家做伙做出来的成果囡仔安尼互相会当会晓的带袂晓的老师的引带安尼会当互囡仔真正学着物件。以上，多谢。伊老师歹势，请问咱伫倒服务？我伫嘉义。同款是嘉义哦。倒一个学校？我有伫高中嘛，有伫高中。我是兼课的教职人员。安尼，我甲奖品寄去倒位才方便？
老师，你是毋是会去参加迄个高中教职的会流，还是迄个会流，还是精灵？目前也袂呢，我今年无。你今年无报迄个高中教职的会啊，流？叫我直接叫恁好好伊会收着就好啊。我想讲，我会当当面甲你熟悉一下。要紧，来，先互我你好好名无？我好好名，安尼叫大业国中。大业，嘿，大业国中好，无问题。啊，我写你的名应该知。写我的名就会知啊。好，多谢，感谢。多谢。来，咱继续哦。来，无，来，咱一个单元就好啊。来，继续。我就是要共款感谢呢，周淑忠老师提供这本今年上新的7月初1出版的陈建成老师吼，著作的超越的台湾俗语。好，来下一个，咱时间足短，我拢会看时间吼。来，我要甲各位小解这个物件。因为咱这个线顶的课，伊会个回放吼，会个放一遍，所以你若感觉无清楚，你搁倒去听者。其实这种物件，你家己会使设计，吼，因为这是阮学校钟龙老师伊设计的方式，阮感觉袂歹，所以阮3个老师拢是安尼共编吼。阮会甲共一组分做上济甲6个就好啊，上济甲6个人，吼。啊，这个表格你家己会使当去设计吼。啊。内底有组长，内底有美术长、翻译长、手答长、文书长、表演长，这是阮固定的模式。吼啊，正手边即成绩的登记，就是讲阮每一摆上课，恁得到的分数。吼啊，每一个人，阮上课拢安排讲，可能阮会留头啊，吼，叫啥物人起来发表哦。好，所以我甲阮安尼，我家己啦，是我家己，我安尼2-3档诶。经验是讲，我感觉台语课伊是共心合作，大家做伙相近的科目。所以像头拄仔小伟老师讲的，爱利用分组来，大家来分工，吼讨论无毋对，而且我爱做笔记，绝对爱做笔记，因为我感觉讲学生若受用，老师会改无用。你著看到囡仔伫遐咧作怪啦、团纸条，老师我要变数啦，变鬼变怪，你会足无用。也毋过你若有互伊任务，伊无可能会走闪去。而且伊工作的人会甲定，你不认真呢，老师他躺分，我就会处理啊，吼。啊，第2是我的指令改清楚，简单。你若无清楚，你爱随问举手，无等下袂阁讲啊，吼。所以因上课时阵，目睭爱闭紧，耳孔要来，我讲啥物，伊在做啥物。过来，我感觉这个优秀的作品啊，学生啊，拢是有鼓励学落出来。所以阮感觉这个设计这个表格，学生吼，伊家己拢看得到，每一节下课，伊就来看老师，我们这一组得几分？老师，阮得几分啊？过来，我要甲各位小解，就是讲，我上接用这个课程，就是中量的台语课，各位会当伫 Google 抄出这个中量的台语课，你会使甲抄落来。啊，我即马甲你讲，我上接用就是这个物件。我即马分享一个，这个画面若入去，首页就是先安尼吼。伊拢总有14个工具，也毋过我上接用的，我上课上接用的，就是这个课程工具、课程工具。啊，其他有时间再各位小解其他属用到啥物吼？入去了后，这个网站你用手机啊看嘛会使，你用电脑看嘛会使。若如果恁教室若无电脑，你手机啊举起来，尤其这个职位抽签，因足爱，因为这个职位抽签就是讲，我会使控制我即马这个班，可能这个班我可能分4个组，啊是3个组，甚至8个组，啊每一组。比如说我即摆设计讲，我即班有7组好啊，我就饲7组。啊，下骹即个就是讲一键双选，即个若饲落，就是讲我会使抽倒一组的啥物张。啊若，来试看觅，比如讲一键双选，歹势我袂记分享着，伊个走一个分页，稍等者。
招解分页。歹势。搁讲一遍吼，比如讲我这一键双选，我若试落，伊会走，比如第6组哦，恭喜第6组手达丢你爱出来哦，吼，若是讲单选组别，那无选一位尔，若是单选即位，吼，就是敢若选你是啥物丢。这个物件用手机啊、电脑拢介好用，甚至你伫美国也是北极拢用会着。所以我真推荐大家上课时阵毋免查啥物入口的签筒，毋免你着手机啊查咧就好。我各位会使利用即个物件，这是我上常用的。过来咱倒转来遮吼，搁倒转来咱即个即个好来，咱搁倒转来即个。所以我真正希望各位一定爱互学生知影伊要做啥物，课程工具是上实用的来，下一张。好来，咱伫课堂内底，我感觉主体就是学生囡仔，所以我互因真大的空间。毋过我嘛会早我一寡教具，来，互恁摇看卖，我会早啥物教具，恁看会到的。直接开麦讲袂要紧，你看我会早啥物教具？麦克，麦克高。我有看到黑板有放迄个磁铁嘿。去天啊熬，我甲你拍谱啊，你有熬对。还佫有无？佫一个好来，真熬。两个老师都讲了，拢就对吼。麦克来，麦克我一定传2支。其实这是2支麦克，即马伫迄网络买这麦克，差不多一组500-600块，甚至有当时特价400瓦都有。2支麦克，较大支袂要紧，当然我可能寒爱摕底下寒过来就是各位目睭有来哦 ，KPI 的数字，因为囡仔伊会看阮即组得几分啊，佫我家己的小蜜蜂啦，我家己的麦克嘛爱查。所以我倒底一定有传即个时间，我会算秒数，因为我上课爱控制时间，准时上课是老师本来就爱做到到，毋过下课准时下课嘛是老师应该更加爱做较到的。好，无毋对，来继续哦。来，你上接看的就是我会互伊共组坐做伙激头脑，所以因即马手的。就是头拄我讲的教具，就是因家己的课本啦。我会早白板笔，我会传白板笔。因家己早家己课本后壁，阮会要求出版社后壁爱甲阮写即个每一个学生拢有一个白板。因要写答案，阮拢看有，而且阮共一组会互伊坐做伙，而且固定位，共一组固定位，我才会知这第1组，这第2组，甚至因白板内底嘛爱写啦。有当时老师会点答。好，过来。即个就是我家己做的。我爱感谢，因为我平常时若放假休挂，我都有当时我就去演习。我会传4种色水即个白板，这是为着有当时比如高中生因的课本后壁都无写即个白板，我就会甲你传去。这是求素养老师校长的建议。这物件介简单，开无偌济钱。第一，迄个看会出来，这是开始做的，这是选举用的开始，你差不多做7-8支就够啊。过来，这个中细物件是我甲出版社约的出版社甲讨迄主帮电版。过来，这4个色水就是咱好好用会到的影印纸。毋过后一面我上规个用白色的。
应该是米4的字，还是 A4我袂记啦。吼，后一面是规个拢白，啊正面即个是四格，色水的白板，啊外口即就是爱开钱啊，去册局买迄会当写白板字的塑胶套啊，安尼尔，其他就是买汤光的 tape，这拢是上课爱用到的工具，其他拢无，就是足简单，只要利用工具，就是我头拄仔讲的中农的台语课、中农台语课，恁有闲会使去看卖。啊，咱搁跳另外一个资源分享，就是我爱感谢即个英航老师吼，吴英航。我迄当初还无熟悉伊之前，我是讲，即个要念行还是行吼？毋是爸啦吼。英航老师，伊真正教台语遮侪当，伊真正传袂少物件，所以伊会放足侪资料伫网站互人摕吼。所以伊嘛足心实，我有一摆甲伊食饭，伊的声音足好听，足台语开的。啊，我伫网络顶有写一个笑话啦，改版华语改台语的笑话，伊嘛足心实，伊看到家己随录音，搁一个台湾阿金老师，嘛甲做即个引导，大家来听看卖。好。有一对大翁婆仔，拄咧学用赖传信息，做某的较紧张，主动甲因翁传一段热长的信息，互人感觉足浪漫的。请问有听到音声音无？有好，继续哦。好。毋过做翁的就较差头，因为就较土公性。做某的写互因翁的话是安尼。若是你当咧困，安尼就甲你的梦传来，互我做伙眠梦。若是你当咧笑，安尼就甲你的笑声传来，互我听看卖。若是你当咧食物件，安尼就甲你的食物传一屑仔互我食。若是你当咧啉酒，安尼就传一喙仔囝互我吸一个。若是你当咧哭，安尼就传一滴仔目屎。互我来陪你哭，翁诶，你若看到信息，爱随回哦。做翁诶真听无出，连伊回讲，靠腰哦，恁爸当咧放屎，你是爱我传什么？若是你看到信息，你会传什么互我咧？好，这是有一对大翁婆仔，拄咧学用赖传信息，做某的较紧张。好，所以而且安珠老师拢会甲英航老师的资料放伫线顶，若有兴趣会使甲下载落来，家己做一个整理者，因为英航老师伊教台语足侪档啊，所以足侪物件需要咱用教育部的建议用字吼做更正，所以若有下载来，会使家己小看者，爱改对毋对？即摆我用画面就是伊进前放伫网络顶，就是安尼的模式。我感觉已经做啊足漂泊啦，足迷人啊吼。来，台语的脑筋急转弯，咱来看英老师安那编。来第一条，若知影答案的，会使随讲出来，袂要紧。来第一条哦。有人知影？直接开麦袂要紧。有牛呢？对，日头。好，来继续哦。日头，什么头上险？庆东老师，你上咩俩？蒜头，蒜头，好来哦。什么头上好食？
哦，何老师你上到菜头，来过来哦，上尾一条啊，虾米头上济人？哦，上啊老师你是头名，好来，感谢大家，感谢。来，我敢若传这4条，其实永航老师啊，对，我袂记啊，各位讲，永航老师为什么要叫永航老师？因为伊讲过，伊讲银行看起来，较大班，所以伊爱叫银行，真是些老大人。来看一下，来车头吼，来共款，这个图是上课时阵我的助教，无一定是我的助教，学生啦。伊吼早要上我的课，拢会家己先画好，所以有可能每一条拢无共。来，请问你家己敢有介意安尼课程？例如你是国中生、国小、高中，你敢有介意安尼课程？团队啊、游戏啊、互动啊、约比赛啊、回答问题讨论，来，有倒一位老师你想要甲我分享讲，你对这个课程你有啥物想法？来，直接开麦讲。直接开麦讲。开麦讲。来，洪老师、向英老师，请讲。头拄有人拍字啦，其实咱咧讲啊哈，会使伫游戏内面佚佗，哪算哪开讲啊，哪学物件，安尼上课，尤其是囡仔啦，若袂拄久啦，因为咧，我们叫趣味中咧学习，绝对会较快乐啊，就袂感觉上课是一个足艰苦的代志。对，袂拄久你讲重点，因为即个我毋是规节课拢咧约比赛，即号迄有哦，下晡时啊第5节哦，拄困醒，迄种诶我嘛介艰苦，要甲因叫起来，我嘛足毋甘诶，所以我互因叫因去洗面了后，其实应该袂洗面，上我诶课大部分学生拢已经起床啊，因为知影我拢会出一寡这有诶无诶啊，因会去约，因会去讨论，吼啊，所以对，你讲诶莫拄久，问着，而且大人囡仔拢介意，吼，来。雄英老师，你伫倒服务？我伫花莲县。花莲县，嘿，倒一间学校？我伫3间学校。不要紧，物件寄会到就好。你寄迄个花莲市国风国中，阮的国风是那个《诗经》的国风哦，所以是安尼。风台的风啦。对，国风。多谢。国风国中，好，我寄会到。会寄你头校，感谢你，多谢你的分享。来，咱来继续看哦。嘿，就是莫互囡仔拄久，上你的课拄久，我嘛足艰苦，我嘛小要困的。来，共款嘛是送你即本吼，周淑忠老师伊是足有心要推广台语的啊，我嘛是迄本册风吹的教告人员吼。好，来，咱来看这个图。囡仔拢咧创啊，囡仔拢咧为做伙做代志，啊，搁做下来吼，互恁看一个哦。来，一个几个讲，几个写有无？大家拢拼死咧做题目。应该是练四格图的讲话吧。对，这嘛是阮的课程，来，互各位看一下。好，因拢无用插完的，我叫因做啥，因就紧，大家要紧，到做工课，所以我就伫边仔分享。来，共款吼，你若有兴趣，则家己查图落来吼。通常这共款，我会讲，我现在早迄个时歌啊，5分钟做啥物，10分钟做啥物，吼，我的评分标准我拢甲讲啊，哦，而且等下各位则看作品吼。
我经这个组合第一甲第五，这就看我的心情，还是抽考吼。比如第一个图什么人，第二个图什么人，第三个图什么人，第四个图什么人爱处理吼。而且规矩吼规则拢讲啊足清楚啊，吼我都会看进前因的学者吼，也是学者做的作品规组的，先互伊参考者，互伊有概念。我就是要安尼物件哦，在你写不要紧，也毋过我的台语字绝对袂使用着，因为我是上课的小解啊。最后学生互我的典型的作品是安尼啦，类似安尼啦吼。好，我这都跳足紧的哦，这就是你头拄老师讲的，这就是四界图。看图讲话是囡仔上有兴趣的，啊，毋过咱要引出阮引出的方式是安尼。每一个图阮甲拆开，吼，第一个我会甲讲，这是庙口，啊，第二个伊咧创啥？伊的动作是啥物？看，啊，我讲会啥物？来，这手咧创啥物？带，还是牵？吼，我有概念，开始哦。我头拄有讲啊，第一个图啥物人负责？伊都要开始做笔记，开始伫课本的边啊，家己写落吼。啊，这第四个这上简单，布红啊，伊都要写落来吼，布红啊。而且我上课就哪念，伊都要对喙顺喙念念出来。第五个是记，记这个动作好。过来第六戏台，第七个就是我要教的这个动物叫做龙。第八个老练，每一个图，阮拢互伊提示词，一定互伊提示词，所以伊无可能讲伊无物件好学。好，啊，第二个图同款哦，来，这是我想要教一仙，咱布王啊会用的单位数是一仙。第二个这个角色就是乌色。身躯顶我会加色水，第三个就是青色，啊，这个动作较特别，叫做半曲落来，所以学生伊就开始做笔记啊，头家啊，卖物件啊，桌仔顶啊，牙关，好，所以你看，我有教伊动词、名词、形容词，这语词啊，来，牛魔王啊。景啊，伊经即身啊，笑嗨嗨啊，才会走紧，笑咪咪啊，暗金，孙悟空，这拢介生活化的技术。日头落山，介意，即马学生已经甲当作生活化，他们讲喜欢就是老师我有介意哦，老师我很介意，因为变做因为咱定讲我。一礼拜虽然上一节课，我会要求讲这足简单语词一定要讲介意吼，算啊，就安尼，欢喜三个人言咯。好，也毋过我袂叫伊即每一个图八个语词来用，共款，只要伊会当甲即四个故事合做伙，比如讲我会类似安尼，你上无爱用四个语词就好。比如讲，两个意思嘛会使，看你即几个意思你家己记，啊，毋过爱偏啊有道理，这有参考单，互伊上概念，比如阿兄经一身牛魔王，小妹经一身孙悟空，类似安尼，我拢有用互伊念嘛伊的成果就是安尼。所以我感觉讲老师的引出这差不多爱30分钟。才做会出来，这抖音才等于补强就好啊。共款嘛是团队合作华大互动，因为我头拄有讲一个重点，袂晓的字写华语袂要紧，毋过只要是图面顶已经教过啊，你就是爱写台语。好，因就开始每一项即字开始编写故事。好，那准讲你是一个国中生，你是国中生。你有介意安尼的课程无？
请问有倒一个老师要甲我分享一下，甲大家分享安尼课程，你有感觉讲有啥物爱改进的，还是讲你有啥物更较好的想法？请直接讲。我有听到。吴慧君老师，请讲。我感觉安尼真趣味呢。我心内搁咧想讲，四角度是安怎？我上今仔地质老师咧安尼讲，我感觉真好耍。我是咧烦恼讲，我的囡仔吼是国校啊，敢会讲写袂出来，还是讲人讲就是甲你放外外，无爱插入你讲。你讲爱对伊写速度，伊就无爱甲你完成，啊，这课过来嘛是空空白白，我是会烦恼做，因为大家共同完成一张纸嘛，表示这张纸是大家做伙用的。啊，你敢若你实施，毋知有啥物有东西可能会较理解啊。细汉囡仔我就毋知讲，毋知有可能有啥物无法度完成的所在。感谢老师。慧君老师，你感觉安尼？你有感觉国小的囡仔会写字？因为国小上课的时间是40分钟啦。我即马我是上高中、国中，我上课时间是50分钟，所以一开始入去教室，像这 PPT 我就做好啊。我先甲要求，而且我有看我甲各位小孩抽这个一幕迄个动作。可能这自开始你这个班级之前爱先做好，我入去教室，可能你莫关掉，可能较好，较袂用。譬如我入去教室之前，我的做稿已经甲我要爱这个海雷图，准备好啊。我只要甲麦克拍开，我的 KPT 放伫黑板，打一组表现上好，我就开始学了啊。今仔日黑板切到袂歹哦。互因有自信，咱今仔台语课要做啥物，因就会期待。好，你头拄讲一个国小，其实你是烦恼伊写袂完，是简单啊。咱甲物件缩小，物件放较少咧。毋免甲讲我今仔日爱做甲4格度，我做2格度嘛会使啊。甲拆做2节课，因为我家己教过国小，我知当时国小伊真正较听无大人要求啥物。国中伊已经小大人啦，伊知影我要做啥，所以我甲讲互清楚，讲互明白，而且伊共对的人，因会相敬。你若讲，我头拄讲有迄糖分的无，就是不爱做代志啊，结娃娃，歹势哦，你的分数真歹，你无可能食着即个分数。我会靠迄个结娃娃、放娃娃的人的分数来补其他人认真的人。这咱虽然毋是考，毋过即步嘛该有效。安尼我有回答你的问题。来，慧君老师，我感觉咱个请教这个分数，你讲你读这课，你啊写做了后，你的分数会根本会大家看到。迄个分数歹的人嘛，看到伊分数较低咯。当然啦，因为伊会互我看讲，我即摆做即个课程，你无认真，我就直接扣分数互看。伊会教学的现场会当安尼吗？是安尼袂使，伊这是共组啊，伊共一组有一个分数啊，这是小组分数，就是上课态度分数啊，上课态度分数啊，这本来就会使啊。好。安尼其他的学生，较无认真，伊就会准问着，哇，我去互扣分啊，我后一节我较认真无，我即摆爱随认真起来啊，这是会使啊。我遇到囡仔情绪较歹，伊会起掠讲伊的。我知，这就是真正上课的美感。这真正爱看囡仔会接受，袂接受着。好，那慧君老师，那你倒服务？我有新德关。新德关倒一间校？新德关的北北市博爱国小。国小的名是？博爱。博爱。好。我囝博爱国小就好啊。好。无北市。博爱国小就会使嘛吼？歹势，我毋知你的姓。我姓蔡。因为你头前敢若一个 T 尔，好，蔡慧君，好，你一个蔡慧君。这个事情讲下面先着，我嘛无啥清楚。北北市。北北市哦。北北。博爱国小。咩，感谢恁我。
做伙即个活动。来，咱们来注意听即个重点哦，重点哦，一定爱听。来，我传一个，来，赶快送你这本吼。来，咱即马11点对无？先莫休困一下，恁等下吼要休困之前，先去哪会当翕外口的景色，就是讲你爱翕一个背影，哦，像安尼背影啊有天，爱看到天哦，啊佮你规身哦，哦，会当拜托人甲你翕相，若袂使就叫迄过路人甲你翕，吼，这嘛是甲人小酒问一个方式，一定要翕这翕照，吼，来看这个结果。嘿，我等下要教各位一个小小 AI 的小特技，吼，像即个，佮安尼，即阮后生佮查某囝啦。好，若有兴趣的，你会使先去翕相，吼，啊，佮啉一喙仔茶，来，哦，去春景版按一下，吼，啊，去外口拜托人甲你翕相，啊，一定是你背影，袂使正面。因为正面你的面会摇去，一张是起飞，一张是降落，一定要2张，吼。啊，咱等下爱准时倒来咱的线顶吼。啊，你若讲你想要休较久的，哦，这是另外啦吼，不要紧，反正咱就准时，一张爱起飞，一张爱降落，你一定要翕着天哦，吼。啊，佮规身好，咱即马开始要休困10分钟，10分钟吼。好，来，请休困一下。好，大家搁转来啊，吼。来，即马要，你若有一台电脑用看，一台啊，搁一支手机啊，吼，操作会较方便。若无嘛袂要紧，吼。咱即马来，这就是讲，像即种工具，就是讲，若囡仔下晡拄起床，也是讲较无精神。我拢会放一寡较趣味物件，啊，所以我嘛想要甲各位小解即个真好耍的AI 特效，吼，我等下互各位即个提示词，啊，嘛教大家要安怎用吼。好，即马爱麻烦各位吼，你若有兴趣，你会使下载即个伫，比如你是 iPhone 手机，你就Apple Store 去找即个 AirReal。AIREAL， 啊，若是安卓系统，你就找Player 商店，吼，去下载即个。我会推荐即个，是因为即个 AirReal 伊较无问题。啊，若可能即个正手边即可能，有当时啊，你的效果是会使互你用的，啊，有诶是袂使。反正即摆目前拢是免费送你100点，免费送你100点。啊，你莫甲订阅。好，莫甲订，你甲讲就是加入就对啊。哦，啊，若像 Arial， 若下载入去安装，恁即摆先安装一下吼，我咧等你，不要紧，差10分钟就会使做出来。若放影片超1分钟啦吼，佮生成，伊拢互咱免费的。因为即摆 ChatGPT 甲Gemini 用相片生成，直接互你3张，啊，若 Gemini 会使甲20张。啊，毋过即种特效，你著爱特别去找即种AI 专门设计。啊，即种物件拢通常是大陆，吼，所以伊拢会精送你足侪点数。也毋过咱甲用一遍好，因为第2遍伊就要叫你开钱啊。好，徛算逐个拢好啊。我要进行后一个啊吼，来，徛算各位拢安装好啊，来，麻烦各位你会允许通知无？吼，你允许好来，啊，伊会送你一个礼金100点的，吼，或者1工了你就袂使用啊。若有看到这就正常的啊，啊，若有正常人买，你就继续用袂要紧，吼。好，咱要继续即个画面哦，你会看。无一定是即个画面，反正伊就是一个影片，什么 Arial 啦，啊，什么图片转影片，哦，图片转影片，不管咱敢要看
正手边遮图片转影片的正手边遮有一个第四格一个菱形一个菱形佮一个大于符号。好，咱今要挑一个哦，请你找即个视频针甲它拄爱图片转影片的游标画较过来，举起这游标刷较过来，叫做视频针。你会看你的正手边伊是送100点，怀疑咱即摆要用60点用落就会使做头拄仔迄个特效。来，我等者豆来。好，因为咱这是插的呢，我顺便甲恁教一个这特效，袂歹算。其实每一个 AI 伊即种精送啊，你 Google 你就找讲，跟可伶相同使用的那个 App 有哪些？伊跳就这互你啊，拢会使用，安尼用一遍就好。那需要再下载，再过来甲买。好，那若如讲咱已经看到这个视频针啊，你有看倒手边就是开始针，正手边就是结束好，再麻烦各位甲你的起背图先放入去，你若放毋着向，就无共款啦先放起背图，再搁放降落的图，伊一摆会使等2张起哩。好，下骹即个提示词，提示词来，我会放伫即个，请你甲这英语拢甲复制起来，放落去提示词。好，若是有要用扫描的，嘛是会使我嘛有传这个扫描的，你会使扫这个 QR code。用扫的嘛会使，若是要对话这个所在，我嘛放提示词，你只 copy 起来，甲打去。好，那已经拢放好的人，你就使立即生成那么就使做出来啊。有迄火焰，有诶无或者是送的，无差。咱即种物件，若做好即个影片。会使放伫咱的教案内底，去因咧学生的眼光老师你来去教，真正你也放伫迄大荧幕有迄种效果，看起来袂歹。好，来等者爱生成可能爱1-2分钟爱因为怀疑这送的点数你就猛用。AI 的物件，大家会使猛学习。其实我感觉讲真正要做，像我即个 PPT 我拢家己做，我拢无用 AI，因为我感觉 AI 伊目前较欠缺就是感情，所以我拢会用家己想要讲的代志，我就拢家己处理。好，搁1分钟了，咱就要继续咱的讲题啊会成袂成不要紧啦，反正我这提示词拢放伫这通话中的讯息，恁会使甲捡起来。这就是飞行的若有成功的人家己看卖应该袂歹算啦，就像安尼。毋过伊无做声，因为爱叫你开钱这阮查某囝这阮后生，一寡 AI 特效会当增加亲子之间的感情啦。好，咱差不多要开始啊袂要紧，你豆做，我即马要继续我的正式的台语课程因为后学期佫是新学期的开始，所以不管国中还是高中，我拢有希望伊自我小改。自我小改部分同款，恁这嘛会使家己查图、家己设计像这上简单的小借问，咱即摆很多人拢讲拍招呼，其实咱上早进前就是拢讲小借问，咱要甲
老师甲同学小正门，所以伊一定要上尾要讲遐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的名叫做来台罗拼音，当然嘛是爱希望因写会出来，而且爱正确，头一字大写第二字嘛是大写，这拢是我配分的一个重点吼。过来我国小读倒位，我国中读倒位，做因基本拢会晓念的吼。我即马读明道中学，这上基本的几年几班。阮兜住伫台中市啥物区？这节课我会伫期中考进前会要求因，这上简单爱写起来，因为这基本资料因拢知影。过来好所在推荐，咱要请小盖伊家己，当然伊住倒位嘛，恁兜有倒位好耍嘛，这上简单的。比如讲，我要推荐阮兜附近较好耍的所在迄个所在是倒位？伊在伊写，或者迄是的物件。伊会问讲老师可不可以用华语？你有讲乌色的所在爱用台语，尽量会当用台语就好。若华语嘛无差，因为伊真正伊的用台语的所在，佫爱需要真济时间练习，所以乌色的所在我才会要求伊读台语，因为伊等于嘛时代好问啊，还是讲朋友好问，还是讲老师好问啊。上简单，我上课拢会带因上读过吼。伊伫阮厝大概比如讲400公尺，若要去遐，我拢是安怎上少下骹才字拢爱100字。伊写会出来，伊就写讲会出来。这足简单诶。对因来讲，老师我这袂晓翻译呢，我等下要甲各位小解翻译诶系统伫倒位。好。类似安尼比如阮兜附近好食诶物件是啥物，这因家己听的，我推荐大家去迄间名号做啥物店买迄杯，敢若这上课因写会出来。因只要上课认真有听，我倒边这气味滋味甲因讲一下。推荐的原因，我会请因先写华语，毋是伫即张写华语我会请因写伫课本。简单的小概，你啊家己写，等于才用翻译的软体来，这是重点嘛来。我会甲讲，即节课小概拢是50分钟来讲会煞，而且因家己嘛写会出来，所以因一定要注意，就注心听，伊要安怎将华语的物件翻译做台语。好，上简单就是咱的教典，教典上基本的资料，你也要查你家己的名嘛。我一定用教典的名词为主，不离个伊厝诶，讲老师，毋过阮兜诶名叫做琪呢。比如讲，有人讲我诶名是培琪，不要紧，我就尊重你。毋过你爱去找迄音出来，伊有法度，你莫怀疑哦。好咱来讲这，因为进前是安那有中农诶台语课，即个网站出现，就是讲去年9月。10月，迄当阵阮就是要设计即个课程，到尾台语语音合成，迄当阵无法度使用，阮中农老师就头毛咧烧，即声我是要叫囡仔甲因写诶物件，华语翻做台语咧，好，伊就真正甲一间本来伊要起草书像迄3只小猪起草书起做一间 Costco， 到呾即马互大家使用。好，我即摆各位小解这，你若有闲会使上即个网站，不管你是要教学，不管你是要自学，这是真好的推荐。咱来看上主要是即项华台语，我来看一下来华台语的翻译语音，你若试了后，来我即马各位试了看卖一下。来。来，这个。好，来，这个华台语翻译语音，伊内底会当做翻译的功能。
头起先你先叫学生，这一定要当场操作互因看，因才会晓使用。你著叫伊登去 Google 即个中农的台语课，甲这华语物件先拍入去，拍入了后，伊即个华语翻做歹势安怎用闽南语用去了后，伊会做，比如讲咱我们今天很高兴在线上上课，好，类似安尼。伊是毋是华语翻做闽南语？咱来看试落了结果。咱今仔日真欢喜伫线顶上课，这是毋是咱要爱台语？你就讲伊华语翻做台语，这 Google 功能拢有啊。来，咱先甲遮个字复制了后咧，佮刷落来。其实叫因爱用电脑较好用吼。来，甲伊头拄复制物件，放入来即个所在，打起哩，查甲试落。来，各位咱来看下骹，这是毋是罗马字？像阮学校有国际部，因的拼音学习能力较好，有法度看这个字，毋过有的囡仔伊可能 A 走字就问题，不要紧，咱才有音档甲试落。咱今仔日真欢喜伫线顶上课。甚至你会使甲即个音档下载落来，安尼是毋是学生伊有法度逐个自学的即个功能？所以这嘛使翻译规大文章拢会使哦。这就是咱所要求，讲学生你嘛使自学。所以我感觉讲，咱老师可能会使甲学生推荐即个头一个所在，翻译即个所在，安尼对咱教学嘛较有帮助。好，过来我要甲各位小解，我先小解，因为我今仔即个所在我会开较济时间甲各位小解吼。过来第二项就是即个新英语配对。我来看一下，好，来新英语配对就是讲，咱台语有声母、韵母、声调、变调，恁会使入去甲囡仔教，甚至讲上课的时阵直接开这个来教。我来开一个哦。开一个。放大，放大，来。好，来，咱来看这个新语配对，入去了后，就是阮即马目前有做到的。钟龙老师有开时间做这个真平版的第一册，个全花版，因为阮9月份开始，阮改办做全花版，个高中生，结果阮会用这个玉蛋，这新语要创啥呢？这嘛是上课因足爱，非常的爱比如讲我即马开这个趣味5会，好来，你看，伊内底有数量，这个数量就是题目的数量。开始测验呢，阮毋是叫囡仔，阮会派囡仔，比如讲头拄仔用迄个分组迄个号码比如说第几组比如讲比如讲我会叫请因第几组抽考迄个啥物长起来台顶做比手画刀，比手画刀，无就是抢答，比如讲咱即摆5条开始测验，遐，比如讲你会听到遐，才有 A、B、C、D， 因会使选遐咱的声母是啥物，比如讲安尼，安尼对，
掠准讲，你若白帮嘛，使叫囡仔共做讨论吼。遐好呀，遐那遐声母就是咿呀呀。啊，韵母咧，遐，所以遐是第一调。吼，因会使训练因的听力。啊，有变调无？遐伊本身一字，所以无变调。好，嘛是共款吼，无变。好，类似安尼，所以拢总有即条题目会使出5条。其实即内底足侪宝藏诶吼，恁真正爱入去看卖诶。好来，我用小解这新英语，咱个来看别项吼。过来是。分享其他的画面，我想要小解是对恁较有帮助的进阶练习。好来，我想要甲各位小解，对咱目前家己要自学的，吼，咱家己哦，老师要自学的，吼，我会小解即个进阶练习。因为咱有的老师搁要。这个关掉，等我一下哦，下面好。好来，进阶练习，好，这是第10进阶练习，这个真正是做老师，伊暑假无出去佚佗，搁甲咱增加一个吼。譬如讲，这是2026年4月新增加的俗眼。你若哪开车，会使哪听，这有你会使家己调整选题目。若是讲像我家己伫厝诶煮菜啦，咧买无用内衫啦，你才有一个字歹势，我还没换着这。歹势，来，譬如讲恁若咧披萨啦，咧煮菜，咧开车啦，咱会使用这进阶口说练习，叫双轨模式。就是台语字还是罗马字自动联播，我拢会直接放这全部。恁看卖哦。目睭看伫双高润，水鬼片成红。你若感觉袂歹，会使拍破一个。火车过了，才分鼻啊。感谢。目睭生伫头壳顶。掌声钟龙老师。无米兼润过，功德做伫草仔布。好。所以，咱是毋是会使利用时间家己自学？说来，是咱今仔日的重点嘛。来，我要一定要甲恁教这吼，甲恁讨论一个最好的物件，就是第13项。你会使入去看第13项，叫做主题互动教学。这对咱的教学最好用的，而且囡仔最爱。好，主题教学第13哦，吼。今仔2节课无够用，明年我再来安怎老师偷时间。来，各位来看哈，这个主题教学对咱教学足有帮助的。譬如讲，伊内底有放这难易度，较简单的较中班的题目，还是较困难的，伊拢放入去啊。欢迎大家老师有闲带囡仔来挑战。譬如讲，咱来讲这菜色叫啥物名？拄好符合咱的课程啊，咱课程有讲着这吼。好，我即摆开互恁看哦。来，咱来看这叫做菜色叫啥物名？学生伊就看说，这嘛是会使共组做伙来 PK 吼，做伙来比赛。共组，这是歹势，这是范例尔。大家讲，老师我知这西瓜啊，无喏，后壁佫有喏。这是范例，学生若是也袂看到文字进前，知影这是台语字台语进前会使念这西瓜，阮就会互伊分数。若准讲来，画一个哦，选项有 A 甲 B 会使选，伊会使写伫黑板，好，而且伊若写着，我会要求伊爱念出来，譬如讲有念，譬如讲伊选。西瓜都毋对啊！若写对人，我就会 Q 考讲来，啥物念
我甲抽这啥物来念？念一个分数，我共款会用海雷亚度甲加分数。大家就注心听，因为爱非常认真的听，说落来每5条题目，每5条题目了，阮阁有一寡需要因抢答的题目。所以其实恁仔家己算看觅，今仔时间较短。好，咱来正式看几条题目吼。这阮内底拢会创这台语发音的对照表，哪教哪复习，哪教哪复习，毋免为着挑伊讲我即摆要教台咯，毋免。其实伫咧上课当中，哪创一节课创几分钟，你一学期10几节嘛是有成果。譬如讲，咱这叫做来，倒一个老师要甲我讲，等台语名讲。荷兰豆。有人讲荷兰豆，咱来看哦，荷兰豆。好，来选 A 选 B。选 A 选荷兰豆嘛 ，A 嘛，对，你对。而且阮会讲答，这个荷兰豆，扁豆，毋是扁豆吼，是扁豆。这是重点哦，因爱抄落来哦，因爱做笔记哦。因爱做笔记，我阁讲一遍，因爱做笔记，因为落尾阁有这个题目。后来多谢老师甲我讲，这叫做啥物？四价果。四价果，咱来看哦，你有通选哦。四价果选 A 选 B，B 好高。因着阁得分啊，咱来看打一组得分。四价果因来抄来，4以4个 A 价果，应该会抄来，因为等下有迄。叫做加分题啊，加分的题目。好来，啥物人甲我讲这啥物答案？敢是树籽？树籽，好，来咱看 A 还是 B？ B。哦，那就无树啊籽呢。不要紧，咱就泡泡剂。泡泡剂，好啊，恁都教啊。问题囡仔应该开始抄。破布纸，甲抄落来，咱3条对无？咱是毋是3条啊？好来3条，来，抢答，这当中就抢答啊。所以答案是啥物？而且我可能有可能我会看状况，因若时间较长，我就互因用写伫白板的，用写的，而且再念。因为头有做笔记啊，就是安尼课程来。这头有讲嘛，答案是树籽树籽是华语破布籽这是台语。好，所以一个乱了，佫有另外一个另外一无共的题目。咱佫一条就好啊，答案是龟仔年。龟仔年有人紧哦，龟仔年，A 还是 B？你是安尼是毋是？阮咧算题目时阵，阮是咧唱台落互因看。阮拢互伊学习啊，有唱台落互伊看。因来抄华语甲台语啊，这是阮课程互伊学习的目的。好，安尼，即几项是我小改，因为我看时间较短。来，我要讲我的头拄仔讲国小有啊嘛，国中嘛有啊。咱即摆讲高中的上课方式。好，来，我来看下高中上课方式。Google Meet， 跑去哪里？等我一个，我关掉好啊，不用。好，来。佮甲各位佮讲一遍吼，小解一个。来，第一个头拄仔最重要就是即个华台翻译语音，这会使教囡仔讲，恁等于写作业，华语翻做台语去遐找就好啊，佮有音档会使下载。第二项就是声音配对，恁上课用会着就用会着，其他你爱家己去找适合你家己的吼。其实足侪物件拢藏伫遮，这拢是宝。佮有就是我头拄仔小解第10项，咱家己会使练习的。
家己去听看卖。第10项，你若想讲第10项就是第10项，你若想要家己自学的，若是要练习口语的，去第10项。啊，若第13项就是你上课用会着互动教学，这是我甲各位小解。咱即摆要落过来继续好，来，我要小解是高中生的上课的方式。我讲送伊去不如教因家己掠去，而且爱上因有家己有兴趣的物件，因为咱教学呢，其实教学是一种足迷人的工课。你若足认真的学生看有你的认真，伊会甲你互动，你的物件有传你这老师传的物件甲别人无共呢，你爱去甲引导，我袂直接甲因讲答案，我会互因去找答案。好，我先直接讲我的成果。这是高中生的期中考笔试考试，我甲伊的分数听做笔试甲考试。伊上课我会用，比如讲咱的因为像阮学校，阮是用育达的精批迄课，我就会想讲，囡仔毋是介会听歌嘛，对无？咱就来互因先听歌，我会传差不多10-20条歌，互因转去听。当然，伊要选择伊唱啥物歌，迄是伊的自由。只是讲，我有即马有一个互你概念，互你转去听歌。后一节咱就来歌曲欣赏，这就是因期中考的笔试甲考试。那笔试名做来，因家己共款倒手边我上课，我就会请伊用手机去拣一条你上喜欢的台语歌，喜欢的歌词，你爱去找迄台语政治网，家己 Google 这条歌甲放入，譬如讲我要找各爱你一摆台语政治歌词，因就会找出来遮。因爱写台语的正字这个就是华语，伊上课会使写。你看我华语敢配分15分尔，伊的华语这首歌的音乐风格是流行，是我喜欢的类型。这拢伊家己写的，若无伊上无要用 AI 嘛。我上课会看因安怎写，落去甲因教。过来，当然上基本的分数就是你家己的台路，你推荐的歌名，啥物人演唱，这上基本。所以来因转去了，因为我手机我有限制时间，转去了下课前的5分钟，我一定收转来。若无不要紧，因转去用电脑家己找，上无因倒手边会晓家己写，正手边这边呢，因爱用头拄仔中农的台语课第1项，华语翻做台语，这部分因就爱甲倒手边换做正手边，只要有认真写，其实拢摕着分数。我有甲伊讲一句讲，你若画图，你若有画一寡图的，我会加猛甲你加分。因逐个足认真啊，因为可能即久毋捌伫课本会当画图画遮欢喜啊，所以像即个龙珠回头，因就会使画什物桥仔卵啦，桥仔鸡卵嘛，你咪感觉足趣味的。这是高中生因想的，有当时机构学生嘛，互我就惊喜的，就欢喜，咱会使做甲遮特别。过来，咱来看其他的作品哦。这是囡仔的笔试加考试，因写的物件来，我头头讲笔试尔，我袂讲考试。这是我若有印象，这是理工科做的，做较喜欢因笔试就是教过来的物件，考试就是伊上课时阵，我互考试的部分，我期中考我会互因1分半钟到2分钟去讲伊自头至尾，譬如讲。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好，我的名叫做林如悠。我要推荐的歌名叫做《蚵仔面线》，是灵仪演唱的。这条歌的音乐风格是表达感情，是我喜意的类型。自头至尾，才爱念出来。剩的时间你会使唱这条歌，也是念嘴念这条歌的歌词。安尼是毋达到我要做的？伊有转去听歌，伊晓讲，伊嘛晓读，伊参写，伊嘛做出来。
这就是我要爱的成果。因听讲读写，而且佫有一个查某囡仔，互我足惊喜讲，伊上课伊唱的爱情的骗子，会晓哪唱哪扭，哪扭尻川花伫台仔顶安尼舔下家己。上我的课是足轻松的，我讲这是真正囡仔，互我感觉足安慰，讲哇，原来我学生哪会遮敖？毋是我教了敖，是伊真正有敖，有照我的方式来，伊有摕着因的分数，因为早上我的课就是要来摕分数，因为伫我的台语课，我拢会甲伊学落。我有一班是我感觉上安慰的，讲老师，你是上过我们班，因为是李尼亚嘛，伊讲你是我上过所有老师当中会称赞我们班，感我们班鹅乐。我说我听了好感动，我说怎么会这样呢？你们班这么棒！你看我一进来，大家都做好了，个我班搞七只清气，做搞遮认真，大家都上课遮有精神，你知囡仔鹅乐伊就规个心拢伫你遮，你看，咱是甲学生的心扳掉，互伊愿意踮伫即个教室来听你讲话，甚至互伊舞台。我伫讲学生是教室内底的主体，一定要互伊舞台，互伊表现。譬如讲，伊即摆做一个落雨声，即个作品嘛袂歹，这种学生，所以钟龙老师迄当中老讲叫我上课，我就想讲甲这物件变出来。这是倒手边，这是爱情的骗子。我问你，这囡仔真正是上台了，哪唱哪扭尻川花，人甲规班安尼笑嗨嗨。正手边这是爱情，你比我想的更较伟大。就是阮的上课有听讲读写，伊拢做会出来。当然嘛是有较有的学生放较散，不要紧，只要伊有交，伊愿意，我拢会互伊分数，只是悬较低尔。来，这足古锥倒手边这个，我问天，这学生，这个学生互我印象真特别，是甲我讲。是伊同学讲，伊讲老师很奇怪呢，他只有在你的课下午第5堂才会出现，不然的话他其他都是7、8堂才出现的。我说真的吗？干嘛呢？因为伊感觉来上我的课是足趣味的，毋是来就是讲咱是较有互动的。上我的课毋是干那我咧讲，我嘛互伊舞台好，所以这个我问天话了真好，佮这个。北极星嘛做了袂歹，这种学生的作品倒手边这个是欢喜就好，囡仔人伊就爱唱这个，正手边是这个人生的歌，这囡仔拢就有才情的。其实学生有够无够，不要紧，伊愿意做，做了好歹，咱嘛是甲鼓励。至少伊有做，伊肯听咱讲台语，咱欣赏。台语的水，台语毋是用来干人骂人的尔，其实台语嘛会使足文雅的，嘛会使写出真好的作品。好，来，我头拄仔小解是高中生，比如讲咱这心花开啦、必顺啦，这种囡仔做了真好的作品。来，请问来，我个问题来。你家己若是高中生，你敢有介意安尼上课的方式？来，比如讲，哎呀，佫无叮当，来，欣赏歌式学习语言增加知识，代替考试，听讲读写，我是拢放伫遮。来，多谢老师愿意甲我分享者。朱莉老师。老师好，我即马即台有声，拄仔有举手无声。来，是你的就是你的，无毋对。好，感谢。我是教国小啦，囡仔真爱听歌唱歌，因感觉上课有通听歌唱歌足欢喜的，有互因舞台，像老师讲的，第5节课无来，你的课伊就要来，就真欢喜，真。期待上陪起老师的课，做你的学生真幸福，真赞。感谢。好，多谢老师。所以你感觉用歌曲去学生真有效？对，我去学期有教因一条歌，囡仔回去就甲厝诶伫唱，就甲我讲，因伫车顶因老爸老母带因回去，伫车顶嘛
放迄个歌，伫迄拢咧唱，拢咧听呢，逐讲会晓安尼。对。我是教2年啦，迄细汉囡仔。嘛是阮查某囝迄当阵去上台去，嘛是倒来拢会唱互我听啊。我讲你学啥物啊？反正就是我感觉讲，学语言毋是学校老师教，你倒来嘛是甲伊互动。对。唱互我听，我嘛感觉会阁学一遍啊。好，感谢。老师你伫倒？我伫新竹市三民国小。三民主义的三民，嘿，三民国小。你的大名李小？我是李小琴，嘿，木子李，厉害的李，嘿，小琴大小的小，钢琴的琴。哇！你考试一定是写足紧的，你的字画较少。我都考过美图，搁去考试都考也袂过。就较拼咧，即摆愈来愈歹考，而且新安住的群组内底，搁甲大家做伙学习。对啊，是，学习无迄个底，一定爱搁继续学习。好，李小平老师三民国小新竹市来，好，感谢。多谢你分享。咱敢有搁其他老师吼，咱等下搁来回答问题下一个吼，稍等我一个哦。来，过来，这个，赶快送你这本册哦。这张相片是去年我带我的后生查某囝甲我的姊妹伴的后生去台语文化学区上课，哇，真正是俗个肚仔个满去个欢喜，所以讲台语真欢喜，大家爱继续支持吼。好，来继续。来，互我几分钟讲一下吼。我感觉时间要到，我有一个吗？因为像咱这自发互动共好，这自动好，真正是我感觉讲是咱台湾人调伫身躯底的基因吼。因为像我最爱观察人的吼，我感觉像我伫高铁，若毋知还是坐运，若毋知安怎坐，我就会去问人。讲一寡少年家，你若用台语甲伊讲，伊真正嘛是用台语甲你回答，可能伊无介顺，也毋过我感觉讲，迄是一款互动，所以我会问一寡少年家，一寡因的想法，嘛感谢大家吼，休落来半工来听陪去线顶分享，我一直咧强调，台语绝对毋是一个人的功课，伊是正人相经起来，所以若会当分组去上课，这是上好的方式。佮拜托各位会当利用头拄我讲的中量台语课，即个所有的工具，去活化即个课程的气氛，会当直接参加这台语的演习。像就馆长足有心的咧办这，我感觉足幸运的，会当做讲师，会当互咱文化传伫咱即个台湾四角市，佮有全世界嘛会使行出去。好，今仔日到这，馆长，多谢老师。我相信今仔日大家拢学习足济，我嘛相信还佫有足济人还佫唱播未分享出来吼。所以请大家会当一直佫鼓励其他人，会晓来听这，会当学习。头拄讲的一句足要紧。咱的语言、咱的文化，绝对毋是一个人有法度做会出来，一定爱逐个人拢当做是你家己真要紧的一个工课。逐个做伙来，就亲像旧年老师有带你的囡仔来，叫今年你着歹势去按度将你的着爱紧去分出来。但是就像你讲时间无够呢，敢若讲了安尼无够呢吼。所以会使过来甲安珠老师讲，我咧想讲，咱即个线顶的即个课，若准大家感觉有好，请你拢互阮一个，甲阮写一个吼，然后阮搁QQ，阮就过来讲，安尼是毋是？但是惊讲以后咧上课的时阵，学期中间可能大家就无用啊啦，所以可能嘛袂当受贪心。毋过上无咱这会使继续。我即摆要搁讲的是，头拄当课程开始的时阵，我有讲即个书记的中间，阮着要开始做即个，搁去
去走脱啦，就顺续搁去熟悉一个所在。因为逐个讲归讲，听归听吼，当然比无较好。但是若做会当搁去现场，搁去行过的时候，迄个了解，实在是毋是咱用讲会出来吼。啊，所以阮伫8月开始，就要搁开始有即个课程。我来欢迎大家注意到咱园区的即个所有的信息，会当大家做伙来参加。然后我嘛咧想讲，即所有的参加的人，我想大家拢同国的吼，希望大家互相有较济的连结，互相若有理解想要搁后壁搁请教，我相信咱的老师应该嘛足欢迎大家人会当连结起来吼。咱关怀文教基金会以及咱台语文创意园区，还未来过的人吼，我想恁爱赶紧来哦吼。你请你会当甲阮联络，阮搁来安排，互逐个人有机会，上无嘛来中华来踅一日啦吼。所以马上我要开始的即个地方一区的即个走托，欢迎大家咱参加。阮后壁还佫有足侪阮的马上要佫有的，就是咱的音乐节的活动啦，歌戏啦，布袋戏啦吼，以及阮的剧团的演出，伫后半段时间拢会一直出来，请大家会记参加咱的面册，参加咱的活动，了解大家继续。即个我想你每一个人拢是咱上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迄个一个人。真多谢，我想今仔日真多谢大家人来参加即个活动，我来欢迎你，会当个你就是其中最要紧的迄个人，你就爱去传互更较侪人做伙来应用。而且咱大家做伙拍扑甲老师讲多谢，嘛甲你家己拍扑咱大家拢足要紧，做一个足欢喜、足有自信的台湾人。多谢，嘛多谢安珠老师替咱做这样好的安排，好，谢谢。馆长，我回答学员的问题一个，好无？好来，我先回答姚辉老师，你讲即款考试方面真全面，毋过全部上课时间甲考试爱看偌济时间。我讲，因为考试我一定会占用到我家己本身上课时间，我就是规节课考试。因为阮像阮学校人数较济，我拢是规组叫因排伫头前，先排好。其他人你会使别人咧讲话时阵，你啊喙掂掂，吼。你因为我是徛咧，我会徛咧看，绝对我袂使坐咧。做老师人你也坐咧，囡仔就会作怪，所以我是徛咧。分享的来头前。你若互我看到你咧讲话，我就会扣你本身的分数，你等下考试的分数。刷落来一个接一个，差一个人就1分半钟，所以我的时间拢办掉，差不多会用到1节半的时间。好，以上佫有其他老师请问。华顺老师请讲。佫有老师问题无？OK。佫有老师问题会使开麦。好，感谢馆长今仔日互我机会，会使就台。多谢。今仔时间无够的部分，以后希望还佫有机会，会当佫安排。你才报啊！是，好，谢谢。感谢各位，多谢大家，多谢。